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明仔美国就要国会大选啊！即阵执政党民主党因为经济等等的问题，势面是无介好。今日就带大家简单来了解美国国会选举。头先来看众议院，目前众议院是民主党的议员较济，有220席；共和党是212席。这回众议院的436席的隆重改选，所以代表讲只要摕超过218席，就会当成做上大党。目前的在野党共和党只要比即马加摕6席，就会超过拜登的民主党，众议院大变天。所以来看参议院，目前参议院两党的势力会用讲是5分5分。民主党加上较外因的小党是有50席，共和党嘛是拄好50席。这回这100席当中是会改选35席，咱会当看到讲，这比例目前是正对中的，所以执政党民主党只要减任何一席，对手就会吃一个起来，执政党就会失去优势。就算讲有小党加添嘛无效。众议院主要是提出法案，若是执政党输去，家己的立场法案就会歹推广，先摆一卡。若是审查法案的参议院，搁去互对手退去的话，搁较免讲。执政党要做代志，绝对是拢会去互动落来，会能讲是施政的路上卡中断。所以讲，这2天两党是大请拼，去会当影响规个选举的宾州造势，要求两间选民的支持。美国其中选举进行的超期州外，前总统奥巴马甲总统拜登车落伫宾州斗阵，为参选州长的夏皮洛甲参议员费特曼助选。针对选民上关心的经济甲通膨问题，奥巴马强调，只有民主强大，经济才会更较好，也向少年选民发声。Younger people especially are less likely to vote in midterms, and that hurts Democrats because younger people trend in a more progressive direction. 关键州宾州的参议员选情限时停滞，拜登支持的费特曼5月向中方，引起是不是色情的质疑。最近甲川普支持的有名医师候选人奥兹进行电视辩论时，也限制共同可见。目前经济项民调中显示，两人民调是5-5无分关系。川普车落伫宾州推销共和党候选人的时阵，也一直重复家己要再战指控制数总统大会。Look at all of them. They must think I'm going to announce for president, and that's a lot. 美国4年一摆其中选举是检视总统执政以来内政甲外交对策的表现。虽然最近就业率继续看好，联邦红字也减少一半，不过高通膨甲恶化治安依然拖累民主党。华盛顿邮报甲 ABC 新闻网的最新的民调显示，49派合格选民倾向投予共和党，48派人要投予民主党。安尼差距也显示美国社会这2年对立。 2 days is the most important election in our lifetimes. It's going to take shape in this country for decades to come. 这摆其中选举要改选全美36个州长，甲参议院100席当中35席处，众议院全部435席，选前分析出5席。大部分选民关心经济衰退甲通膨问题，共和党有机会掌握参议院较济席处，搁重新提回众议院。拜登任期了后2年时间，恐惊限制摆开局面。公司新闻张淑芬评语。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日本、美国、南韩3个月外交高层通电话协议，共同发表声明，针对北韩直直射飞弹起事，严重危害到国际安全，提出强烈的抗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韩庆尚北道一个炭坑放气，2个炭工是靠18包加冰粉甲地下水冻9日，总算是去互救出来啊！目前伫咧病院接受治疗。英国 Times 报道，英国今年处理非法移民的船甲案底已经开35亿的英镑，占英国对外援交的金额1半以上，而且用伫咧援助其他国家的费用是减真济，引发争议。所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这届其中选举两党的对立是比英国更加严重。总统拜登以后要面临民众的意见严重分裂的局面，要达成局势会非常困难。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的国会大选势面无乐观的民主党要拼争取中间选民的支持，对手共和党是全力在顾基本盘。镜头来看中国的疫情消息。中国封城是封甲人民叫天天无应，叫地地袂灵。不过，这城市我是小煞逼疫情，广东的疫情是上加严重。
其中广州市是重灾区，占1935例。中国官方今日早起是向宣布讲，地铁、公车部分路段暂停营运。民众认为讲政府敢若甲宣布停运，唔敢保证讲当时会恢复。另外，海珠区拜六开始封城，即阵网络是传出侪影片，是民众趁封城进前坐马车逃离开海珠区。广州嘛派大型的巴士，载就万的民众去外县市隔离。暗暝时阵，车客满车路。中国广州海珠地区民众赶伫初5实施3天静默管理开始前，透暝开车离开。11點半啊！你而家望下，幾恐怖！真係封控啊嘛！聽講話靜默2天喎，海珠區我哋呢班人，我哋依家呢個群基本上都係。為畫面會當看到中國官方出動上100台大型巴士，載上萬個廣州的海珠地區民眾去外縣市隔離。再看看群裡拿出去2天，成了陽性，真的太嚇人、太恐怖了。中國疫情đang快速增加，到初六增加本土病例突破5000例，廣東上嚴重。今日廣州市就新增加1935例，創下歷史的新冠紀錄。官方連日宣布廣州地鐵、公車部分站點停運，引起廣州的網友罵講，敢若敢講停運，唔敢宣布什麼時陣恢復。因疫情防控需要，2022年11月6日運營時間起，廣州地鐵2號線洛溪站停止對外服務。海珠區這個新增感染者也是數量是創了新高，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奧密克戎變異株傳播速度快、隱匿性強。中國堅持動態清零，強面封控引起民怨。唔但廣州，初時暗時中國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有一個中年女子為樓頂摔落，查某囝想要衝去看媽媽情形，不過因為防疫，規個大門封條的無法度出去。在救護車半點前後趕到現場，已經未赴搶救，發生無法度消送的遺憾。官方公布，這個查某人有精神問題，想要甲封控的壓力脫離關係。不過隨後，內蒙古呼和浩特市當局對疫情封控提出7項不准，包括不准封居民的門、單元門嘛袂使封，小區的大門嘛袂使封，攏總7項不准。記者綜合報道。日本為了紀念海上自衛隊成立70週年，將佇咧新內川舉辦參觀軍艦的活動，有美國、南韓等12個國家18隻軍艦嘛做伙參加。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是強調講，會加強日本的國防能力，應對東亞地區愈來愈緊張的局勢。大型軍艦佇海上航行，直升機降落佇美國雷根號航空母艦。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穿着外套，由美軍海軍上將的陪同參觀軍艦。日本為了慶祝創設海上自衛隊滿70週，設立佇新內川舉辦國際觀覽式。岸田文雄致辭時陣強調，要加強國家的防衛能力來應對東海、南海，甲日本周圍環境愈來愈嚴峻的挑戰。東シナ海や南シナ海を含め我が国を取り巻く安全保障環境は急速に厳しさを増しています。海上防衛力は我が国の戦略環境を大きく左右するものです。岸田表示，北韓發射飛彈真濟屆，最近飛彈閣飛過日本空中，加上俄烏戰爭的影響，讓國際更加關心亞太情勢。日本嘛會佇個5年內加強國防能力。迄一天，美國、南韓等12個國家的18隻軍艦嘛參加活動，這是日本國內20年來頭一擺舉辦國際觀覽式，嘛是南韓佇日韓關係降溫了後7年來頭一屆參加。自北韓為初二開始連續4天發射飛彈了後，77北韓中央電視台報道，批評美韓聯合軍演是挑戰和地區局勢變加更加緊張的搶聲行為，北韓會採取軍事行動來應對反制。 터키는 우리 국가를 직접적인 목표로 겨눈 침략적 성격이 매우 짙은 위험한 전쟁 연습이다. 이번에 조선인민군이 단행한 대응 군사작전은 적들의 도발적인 군사적 망동이 끈질길수록 우리의 대응은 더욱 철저하며 더욱 무자비할 것이라는 報道表示，北韓佇初2到初5捌模擬打擊敵人的空軍基地甲空中目標，而且用有核電廠甲大型工廠園區的南韓沿海城市為選做目標，試射2粒戰略巡航飛彈，模擬癱瘓敵人作戰指揮系統，而且出動500隻的戰機做大規模的空中作戰演習。國際新聞台是同朋友。
来关心目前乌克兰的状况，罗西亚对乌克兰的空袭是有源无停过，真正是有30%的电厂去互崩害去，即阵已经增加到40%。对边仔这张图，咱就会当看到讲，街仔路拢是暗扫扫。乌克兰的首都基辅的市长昨就表示，无排队会全面停水、停电、停止送小气。这对寒人的弱势乌克兰来讲，民众是连活落去都有困难。所以市长就呼吁300万的市民要做好准备，撤离去别位。另外边仔相接的国家波兰是怀疑讲，罗西亚要甲非法的移民送去2个月边界，等咧赶工要去围炸走动。街路敢若细拍灯火，反而甲行路人摕手电啊得照。乌克兰3城发电站互俄军攻击，基辅民众已经惯习限电生活。Якщо це йде на благо Збройним силам України, то тільки за. Мы понимаем, что это временно до нашей победы, поэтому мы будем ждать, мы будем бороться, и это не проблема для нас. 暗过寒天要到啊，情况恐惊搁较害。基辅市长7日接受专访的时阵坦白讲，首都恐惊面临全面停电、停水，也甲无法度供应烧气。І від цього, наскільки ми будемо підготовлені до різних ситуацій, наскільки ми вистоїмо, від цього залежить і майбутнє країни, і наше з вами майбутнє кожного з нас. Тому потрібно бути готовим. Ми не виключаємо, ми прораховуємо різні сценарії для того, щоб витримати, для того, щоб підготуватись. 基辅市长呼吁市民最好上歹拍算，包括要有撤离首都的准备。同一天，总统泽伦斯基嘛警告，俄军可能中途攻击基础设施，首先就是能源设备。乌克兰电力恐惊会阁受损。邻国波兰嘛伫赶工应付俄罗斯所来可能发动移民攻势。波兰国防部这个月初指出，伫立陶宛甲波兰中央的俄罗斯飞行基地加里宁格勒，最近增加袂少为中东甲北非来的航班，怀疑俄国拍算甲去年被俄罗斯同款，要互非法移民笼罩去波兰边境。Zdecydowałem o podjęciu działań, które wzmocnią bezpieczeństwo na granicy Polski z obwodem kaliningradzkim poprzez uszczelnienie tej granicy. 波兰政府要沿210公里长的边界搭建2.5公尺悬、3公尺宽的临时围栏。去年被俄罗斯和真侪移民走入的时阵，波兰嘛采取类似的做法，阻挡非法入境者。不过，今年赶人的做法也引起人权团体批评。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欧洲侪国家拢有收容移民的问题，唔少是牵连到人权，要收国家阁饲袂起，无地安置。意大利这半个月就拒绝真侪只9万尊客欢，暂时间来放一寡有紧急医疗需求的人甲囡仔入境。有人就批评讲意大利伤过残忍，不过意大利是强调讲，这9万尊属于倒一国的，倒一国都要负起责任，唔通救的拢摕去别人斗。切拉伫西西里岛的第2大城卡塔尼亚港，看到部分的移民落船上岸，入去救护车做初步的检查，了后摕食食甲滚水去巴士点管等后一步的安排。因大部分拢是有紧急医疗需求的人甲囡仔。另外一边，还佫有3只9万的船，差不多900人无法度上岸。Agitation is evident among survivors that have been on board for 16 days now. 意大利政府表示，无符合弱势条件的人都要离开意大利的水域，而且应该要由迄只船注册船机构来照顾。其中一只属于国际 SOS 救援组织的人道1号，船长继续接收，继续甲船泊伫港口，并无离开。Politica che abbiamo condiviso è di non deflettere rispetto agli obblighi umanitari che vanno sicuramente posti in essere nei confronti di persone che vengono raccolte in mare, esigenze di mantenere il punto sul rispetto degli obblighi di paesi di bandiera. 法新社报道指出，这救援的船分别伫咧德国、挪威注册，不过包括意大利在内，3方面拢无认为因有照顾移民的责任。意大利国会历史上头一个非裔议员苏马霍罗批评讲，政府拒绝予移民上岸，是违反日内瓦公约甲世界人权宣言。新任总理梅洛尼讲，要阻挡下过地中海来的非法移民。根据联合国的资料，今年到目前为止，有超过87000人伫咧意大利登陆，其中14%的人伫咧海顶互救起来，而且由救援船载去安全的所在。真侪移民搭真细只、佮下真正的船为北非出发，现在伫咧海顶拄着困难，互救援的船救起来。这移民虽然互救起来，不过并无互接收，处境也是真困难。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
全世界侪人在用的社群媒体名册，其实去年已经改名改做 Meta 元宇宙。不过业绩犹原是无成长，甚至股票已经落73%。150亿美金的投资，恐惊是会造成公司的财务危机面临困难。风声讲是要裁几落千人来省人事成本。另外一间社群媒体 Twitter 换新头家了后，讲是要调升公司的架构，嘛已经才3800人左右。其实不止 Twitter 甲 Meta， 阁有 Amazon、亚马逊、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甲 Netflix 等等的科技公司，拢讲是受到通货膨胀的压力，可能会裁员。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Meta 是这礼拜三就会正式宣布裁员。面册公司伫去年10月改名 Meta 了后，业绩无好的具体数字放在眼前。今年以来 ，Meta 股价落73%。媒体报道指出 ，Meta 一定会裁员，而且裁减人数会有数千人以上，时间点就伫找到。面对大家询问 ，Meta 只请媒体参考执行长萨克伯格进行发言。迄时阵萨克伯格是安尼讲的。At Meta, we're focused on building the fundamental technology that will help bring the metaverse to life, whether that's in virtual reality, augmented reality, or the social presence layer across both. 伊迄时阵佫讲到2023年底，公司整体经济规模未有啥过大变化，毋过指数成长程度真好的部门，人力会增加，其他大部分部门会维持平盘，或者是小可减少。另外一间大规模裁员的 IT 大企业是推特，马斯克自电动车甲太空事业了后，佫买社群网络。为事前到完成收购了后，马上大砍人事员额，除了执行长、财务长等高层马上走人，员工也被开除50%。员工为7500人减少到3700人左右，不过马上发现有数十万员工对未来发展正重要，所以推特呼吁这员工回来上班。因为在中国政府坚持清零政策之下，不止上海等大都市继续封城，连请20万员工的富士康荷兰郑州厂区也规个封锁，员工为逃离封锁，走出厂区的画面伫网络流传。因为郑州厂是组装 iPhone 14 Pro 的重要基地，员工大批逃离和三菱大陆。路透社引用分析指出，甲第三季8000万支 iPhone 的出货量比，第四季会减少200万到300万支。公司新闻时间真便宜。因为人类的平均岁数增加、AI 死亡率降低、医疗进步等等的原因，地球的总人口数是直直增加。联合国就预估，今年11月15，全世界就达到80亿人。人会定定伫中国北京的大街小巷。目前中国有全球上济人口数，不过最近这几年中国人口的增加有放慢，到明年就去印度超前。越来越发达的这样一个国家的这个节奏之后，其实慢慢的生育率都是在下降的，这本身就是一个趋势。对于全球这个80亿的增长，我可能就没有太大的概念。所讲的全球80亿增长是指联合国估算，全球总人口数一定11月15会到80亿人，到2030年差不多85亿人，2080年会破100亿。不过，这个数字甲其他的研究单位原来有争差。联合国说明，世界人口的增长率伫1960年代最高峰，不过因为生育率降低，所以2050年数字可能会降0.5%。为平均预期寿命的增加，搭配生育率甲高龄人口比例趋势来看，会当推测对低生育、劳动力、高龄医护这个各层面的影响。身边的人其实都不太愿意生孩子，生育人群的这个工作压力会很大。另一个就是房价特别高，第三个呢，就是大家核心的观念其实还是比较自我一点，就是大家过得舒服还是比较重要。其实是害怕结婚，然后害怕那个被束缚的。想让年轻人这个人口出生率高的话，国家还是给一些生第三胎，给一个加大的一个激励或者奖励政策，或者上幼儿园啊，上给补助啊。但是报告内底嘛讲，因为世界人口的增加放慢，所以到21世纪末，死亡率会开始超过出生率。到2100年，预估全球人口每3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是伫非洲。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人口直直增加，资源算是愈来愈少，环境嘛破坏甲真严重。联合国气候变迁会议昨日咧埃及起稿。有外国媒体就报道讲，各国的谈判代表同意要讨论好业国家敢卖补偿受到气候变迁的产业国家。
因为好亚国家为了发展，对气候的破坏绝对是比三只国家较济。这是气候赔偿的议题，头一届放列入议程当中。COP27 聯合國氣候變化公約公約第27擺締約方會議設立喺埃及開會。頂一屆主席蒂蘇斯指出，目前也無法度將地球升溫控制喺1.5度內底，呼籲各國領袖要有所作為，避免氣候災難降臨。擔任這一屆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主席，也是埃及外交部長的蘇克里表示，氣候賠償會第一擺列入大會議程。This creates for the first time, an institutionally stable space on the formal agenda of the COP and the Paris Agreement to discuss the pressing issue of funding arrangements needed to deal with existing gaps in responding to loss and damage. 來自非洲青年在中國華考河嘅步調進行和平示威。對抗人數來講，上特別是 COP27 個設立專門和抗議者空間，個第一擺設立兒童嘅青年館，和少年人無個支持喺中國發聲。The young demographic, the biggest demographic on Earth, we are 1.4 billion, but we are also the most affected and we're disproportionately impacted. Our health is affected, both ou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the least contributors and the least there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這一屆會議要進行2禮拜，包含美國總統拜登在內，差不多有110位各國帶頭人攏會出席，包含能源、金融、氣候變遷等攏會列入討論議題。閣設立第一個糧食館來討論國際糧食的安全。公視新聞鄭偉仁報道。感謝您收看今日的新聞世界通，我是蘇美，咱明仔載同一個時間再會。